歲啦，健身差唔多2年。回想當初呢，我點解會有呢個行動嘅呢？話說當年父親臨終臥床嘅時候，我望住病床嘅佢，意識到肌肉逐漸流失嘅嚴重性，完成佢嘅後事嘅一段日子，我仍然處於情緒困擾之中。兩個女建議我透過運動去獲取多巴胺，幫我揾咗一位健身教練，於是就開始咗我健身之路啦。諗翻起嚟呢，其實踏出第一步真係好困難嘅。例如第一呢，去到健身房呢，你見到陌生嘅環境啊，個心啊怯怯地嘅。第二呢，自己又一把年紀喎，咁又驚俾人笑喎。第三，擔心運動嘅時候呢係會受傷。但係以上幾點呢，我而家目前呢係已經克服咗啦。現時嘅我呢，好享受健身嘅課堂，重力嘅運動呢，帶嚟體態嘅改善，精神充沛。同兩個女呢多添咗話題，家庭關係和睦咗，同時呢增加咗健身方面日常飲食嘅知識。如果猶豫緊想健身嘅你，可以考慮踏出第一步啦。我係小珍妮，今日呢我嘅健身故事呢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大家如果想聽下集嘅，話俾我知啊，俾個心心我啊，拜拜。